Hello， 歡迎大家一齊同我城市漫步。今日嘅路線呢會由 Yonge and Sheppard 交界一路行到去 Mel Lastman Square， 全程大概750米。沿途我哋會了解呢一帶嘅城市發展歷史同埋一啲鮮為人知嘅趣聞。咁我哋出發啦！我哋依家喺 Sheppard Yonge TTC 站呢一個出口作為起點。1974年地鐵 Yonge 線呢正式延伸到嚟到 Sheppard 同埋 Finch， 地鐵一通，人口隨之增長，商機亦都跟住出現。2年後嘅1976年，眼前呢個 Yonge Sheppard Centre 落成開幕，有商場，有地鐵，周邊嘅 condo 呢就越起越多。俾大家睇下90年代 Yonge Sheppard 交界係咁樣嘅。highlight 咗呢一條呢就係我哋依家行緊嘅路。咁我哋一路向前行，喺 Yonge and Sheppard 西南邊呢一個角落頭路口位，早喺1824年就有一間好出名嘅 Golden Lion Hotel。當時 Yonge Street 咧都只係一條俾馬車行嘅泥路，呢一間旅館就成為咗旅客北上重要嘅中途站。當時門口咧就擺咗一隻用松木雕成嘅金獅子，不過後嚟咧就俾人偷咗。大約去到1834年就再用橡木加石膏雕咗第二代嘅金獅子掛咗喺旅館門口，直到1933年旅館被拆卸為止。咁我哋一陣呢就可以見到呢一隻咁有歷史價值嘅金獅子真身啦。時光倒流翻返去1800年代初，呢一度嘅面貌呢完全係兩個世界。Yonge and Sheppard 呢一帶呢被稱為 Lancing， 只係一個呢得幾百人住嘅純樸農村，亦都係農民將啲農產品呢運去依家嘅 downtown 必經之路。我哋行緊呢一帶呢，直到 Finch 嗰頭都被稱為新手村，好多啱啱嚟到多倫多嘅香港人、亞洲人，第一站呢都會揀呢一頭落腳，因為沿途呢有好多亞洲餐廳，又有 Service Canada， 生活配套呢好齊全，同埋隨時呢都會聽到自己家鄉嘅語言，比較容易適應移民生活。North York 呢，直到1922年之前，其實都只係 York Township 嘅北部。當時呢就住有6000名左右嘅居民啦，咁佢哋呢都好嬲，因為佢哋交咗1/5嘅稅，但係喺政府入邊呢幾乎冇話語權，又享用唔到啲咩嘅公共服務，基建呢更加係慘不忍睹，冇人收垃圾，冇人鏟雪，居民呢甚至要將自己屋企壁爐嘅灰燼呢出嚟填補馬路上面嘅一啲窿窿罅罅，所以農民呢就決定要獨立，搞咗一個獨立公投。喺1922年7月17號，以393票嘅優勢通過咗公投， North York Township 咧就正式成立，實行由農民管治農民。喺1967年 North York 升格做市鎮，去到1979年情人節更加正式升格做城市。當時咧仲有官方口號添，叫做 The City with Heart。咁行到嚟呢一頭啦，就差唔多到 North York Centre 地鐵站附近。俾大家睇下90年代嘅呢一頭係點樣噶啦。咁 highlight 緊嘅呢一條路呢，就係我哋依家行緊嘅路啦。1987年 North York Centre 站正式開通，係遲過 Sheppard Yonge 同埋 Finch 嘅。佢喺 TTC 咁多個站入邊呢，唯一一個 infill station， 即係加建站，亦即係話呢，工程人員喺2條已經每日運作緊嘅地鐵隧道之間，夾硬再加插一個全新嘅站。前面嗰個區域呢，就係經常有唔同嘅市集同埋活動嘅廣場，咁就係叫做 Mel Lastman Square， 亦都係我哋嘅終點。咁邊一個係 Mel Lastman 呢？咁犀利有以佢命名嘅廣場。Mel Lastman 呢係將 North York 徹底大改造嘅功臣之一。佢喺1972年當選成為 North York 嘅市長，做足25年，連任10次。簡單介紹一下 Mel Lastman 嘅背景，佢嘅父母咧係波蘭猶太移民，佢喺 Kensington Market 嘅家族雜貨店長大，後生嗰時咧係做一個 sales 噶。佢喺1955年創立咗 Bad Boy Furniture。如果你喺呢一度住得耐，以前睇電視咧應該都聽過佢呢一句洗腦嘅廣告口號。Bad boys overbought! Help! Right now on all appliances, save a fortune. That savings big time. Who's better for appliances? Nobody! Who's better for furniture? Nobody! 咁作為一個生意人，市長 Mel Lastman 呢有一個好大嘅野心，當時呢就想將 North York 打造一個好似 downtown 咁熱鬧、咁有靈魂嘅市中心。於是佢不斷推動發展，堅持推動咗 Sheppard 4號地鐵線。
喺1994年動工，2002年通車。雖然當時被批評為一條去唔到邊嘅短地鐵，但係今日都證實咗佢成功帶動嗰一區嘅繁榮。隨住社區發展，仲主導咗眼前嘅 Civic Centre 旁邊嘅圖書館。大家仲記唔記得頭先提過嘅金獅子呢？佢就係放咗喺圖書館嘅5樓。有興趣嘅話，記得上去睇下佢嘅真身啦。去到1997年，當時嘅省長宣布為咗精簡架構，節省政府開支，強制將 North York、Scarborough、Etobicoke 等6個城市6合1，合併成為一個大多倫多市 Mega City。但好多居民同埋相關嘅市長都強烈反對，連 Mel Lastman 自己都企出嚟抗議。North York 當時有超過3/4嘅選民都反對合併，可惜喺加拿大憲法之下，省長話要合併呢，公投都冇法律效力。結果喺1998年1月1號，North York 正式喺政治層面上面消失，併入成為新嘅 City of Toronto。而 Mel Lastman 喺合併咗之後去選新多倫多市嘅第1任市長，仲成功做咗6年。今日我哋由 Yonge and Sheppard 交界行到嚟呢一度，雖然只係10零分鐘嘅路程，但係就睇到 North York 呢一個中心地帶嘅歷史痕跡。呢一個就係 City Walk 嘅樂趣，俾大家放慢腳步，用一個全新嘅角度去了解我哋經過嘅地方。如果你都中意呢一類型嘅城市探索影片，記得訂閱、讚好、分享呢一個 channel。嚟緊我哋會繼續發掘更多唔同地方嘅故事，下次再見，拜拜。